當地時間4月2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白宮玫瑰園就關稅問題發表咗重磅講話，呢可直接喺全球經濟同金融市場扔下咗一顆超級震撼彈。特朗普呢波操作目標好明確，就係想讓美國喺競爭中更有優勢，捍衛美國主權，強化國家同經濟安全。呢影響簡直唔使講，瞬間席捲全球。喺具體政策方面，特朗普真係一套又一套。先講基礎關稅，除咗墨西哥同加拿大呢兩個符合美墨加協定自由貿易協定嘅國家，美國要對其他所有國家嘅商品徵收10%嘅基準關稅，而且呢個政策喺美國東部時間4月5日凌晨0.01分就生效。唔止咁，對於那些同美國貿易逆差最大嘅國家，特朗普仲打算嚟個性化定制，徵收更高嘅對等關稅。呢個亦會喺美國東部時間4月9日凌晨0.01分開始實施。從特朗普展示嘅圖表嚟睇，呢針對唔同國家嘅關稅調整好清晰。對歐盟收20%關稅，英國進口產品10%，瑞士31%，印度26%，韓國25%，日本24%，泰國36%，越南46%，柬埔寨更加高達49%。仲有嗰互惠關稅政策都好受關注。據白宮一位高級官員透露，大概60個左右嘅國家要被徵收佢哋對美國徵收稅率一半嘅關稅。呢互惠關稅喺美國東部時間4月9日凌晨0.01分生效，感覺全球貿易格局又要大洗牌啦。汽車關稅更加係呢次政策調整嘅焦點。特朗普再次強調，美國從美國東部時間午夜起對所有外國製造嘅汽車徵收25%嘅關稅，仲話呢係為咗解決影響美國工業基礎、危及國家安全嘅嚴重失衡問題。特朗普直接將呢次關稅聲明開成美國歷史上最重要嘅日子之一，仲宣稱呢係經濟獨立嘅宣言，放話美國唔能夠再繼續搞單方面經濟投降嗰一套，必須將美國人嘅利益擺喺第一位。呢個態度強硬到冇得彈。喺特朗普講話期間，市場嘅反應就好似坐過山車咁刺激。美股期貨一開始全線拉升，結果對等關稅一宣，美股期貨就集體跳水。標普500股指期貨下跌1.9%，納指期貨跌2.7%，小盤股指數羅素2000股指期貨跌3.39%。呢一系列數據擺明晒，市場對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充滿擔憂。值得一提嘅係，特朗普宣對等關稅嘅時間點啱啱選咗喺美股市休市嘅時候。部分經濟學家猜測，呢可能係因為特朗普政府擔心投資者對關稅消息產生負面反應。